嗯。张楚老师哦，要在10月28号，今年2018年，中华民国107年10月28号是礼拜天，到台南关田社子村台南艺术大学附近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演讲讲座呢，读经师资教育讲座，读经师资培育讲座呢。常常用手机的要保护眼睛，要吃深绿色蔬菜。